手，難以招架，收回去吧。相愛竟慘變做仇人嗎？真可怕。難與他爭拗完嗎？難與他挨近一下。愛情是這麼殘忍嗎？原來談戀愛得不到理睬，原來談戀愛一起不會愛，原來談起傷害，淚流下伴侶可沒存在，原來談戀愛需當出氣袋，原來我不該信會被憐愛，分手短信截圖上載，想有人能知道我被愛。好感還記得嗎？刪除了吧，相處真心會累成如此真驚訝，難怪他早就沒牽掛，難怪他一直在欺詐，愛情是這麼無法講價，原來談戀愛等不到悔改，原來談戀愛專一都有害，原來談起將來論承諾伴侶可沒期待，原來談戀愛都反面拍台，原來我不該靜候被憐愛，當初短信動人是愛，一個人重溫得更悲哀，難放下前來，看他如常更愛離場，原諒原又原諒太多傷，原來談戀愛需狠心放開，原來談戀愛都必須自愛，原來要改改，別麻木投入錯中在，原來談戀愛應懂得退開，原來說分開會令你所愛，終止通訊。